得去学那儿光光的嘛。看看吧。你要看你们好吧？前的较多，到不了香港也去不了新加坡。3元钱的较贵，实力回家吃的中餐贵。3元钱是手气，3元钱吃的是运气。新进的各位朋友，各位老乡，大家好！这里是麻将陆翻天的活动现场。在此节日期间，本公司经有关部门批准，特耐内力举行一次大型有奖促销活动。走过路过的朋友，你只需花上小小的3元钱，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现金奖。等一下了吧，等一下。还有没有标准的你，标准的500，抓紧时间，来了。1个、2个、3个、4个、5个、6个。还有没有这个？来，开始计时的时刻。还有没有这个？要这个赶紧，要这个更快，抓紧时间。来了，上了，10块。哎，各位手工作人员，请大家离开舞蹈，马上开始。哎，马上开始。还有没有这个？来，开始片来。要这个赶紧，更快，抓紧时间啊！马上开始。说拿根丢的拿了。买烤鱿鱼、蹄膀豆腐、羊蕨粉、冰淇淋、冰奶茶。给不是这边的发了，在发呢。别的还多，用500块钱。麻了。
做嘢先攞嚟。這是珠寶蒙寶寶哩，珠寶的在小腦了，寶寶。这个游戏。游戏这种咯，คือไม่เคยมีเหนือเราที่เราชอบเลยมั่วเลยเนาะชอบน้อยอยู่ชอบต่อกาเนี่ยต้องมาเลย对下不大，教练老晒了。是回归日式的解暑凉茶。据史料记载，乾隆皇帝自己喜欢饭前饭后都要喝上这碗，后来流传于民间。而我们今天喝到的冰镇三米汤，是按照皇宫秘制配方，采用精选乌梅、山楂、甘草、桂花、鸡米黄等20植物，为现代社会。实在嘴里，凉在心里，欢迎广大顾客前来品尝。